随虔诚的听众，到早。现在又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就是已经讲解到正文第10页。正文第10页，对头仔算倒来是第10节，对头仔算倒来是第10节，就是解说到仁者论义犹如真金。即马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伊是为慧能提法，原师为师。慧能随意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即马应该要解说这道理。这段呢，就是说明慧能大师啊，到这个时阵才提法，就是正式举行出家仪式来完整来出家。在前面迄段所讲的呢，就是慧能大师去互印宗法师给引出来了。了后呢，印宗法师啊，就请慧能大师来开示佛法。开示佛法了，这位印宗法师呢，就非常的赞叹，因为慧能大师所讲的乃是属于不义的佛法，也就是讲一性实相的妙理，所以最后才甲伊赞叹讲，我讲经啊，参为迄个好评咧啊！也你伫咧讲经呢，就敢若像迄个真金，就是讲你所讲的啊，实在是句句咧。拢就是奥妙佛法，我印宗所讲的，只是随文来解说迄个道理而已。这是在前面迄段所讲的。即马要说来解说讲，伊是为慧能提法，原师为师。伊是讲就安尼啦。讲就安尼呢，就对我慧能来提法，就原师为师。原师为师呢，就是讲就愿望啊，来亲近我来作为师长。这段伫咧说明慧能大师在印宗法师举行仪式之下呢，来完整。慧能伊的提法完整呢，是在高宗皇帝的义弘元年正月15，约西元讲起来呢，是西元676年。迄当时阵提法啊，是集合了4种弟子，真正盛大举行。有关系这方面的记事啊，是在法性寺有一个迄个塔记内底啊，有详细说明。所以叫做讲做提法，就是讲将迄个塔门呢，甲伊剃掉来出家。原名叫做讲做祝法，这是出家最大的仪式。在42章经有安尼讲，讲格爱师亲，提持施法，悉心达本，
名为沙文。割爱思亲，就是讲挂断因爱，来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亲啊，或者是讲家庭的家亲眷属。进一步呢，到甲死院，就是爱来剃度书法，就是讲将他们将喙手给剃掉。这就是要献出家上一个重要条件。献出家上了呢，爱搁来修行，爱来悉心达本。悉心达本，这然是约禅宗讲起来，就是明心见性。只是名词不同啊，内容的意义呢，可以讲完全是共款。这位慧能大师将伊的处理出来，离开伊的父母，安尼算讲是割爱思亲。伊的老爸老早去世，伊是甲伊的老母相依为命。伊甲大汉的时阵抾茶来饲伊的老母，以后呢，因为有迄个好心发心的人，来摕一寡钱，互伊安搭伊母亲的生活，伊就离开了伊的母亲，去甲五祖弘忍大师的门下，这就是割爱思亲咯。但是五祖当其时呢，并无甲伊剃发。就是讲无甲伊做出家完整的仪式，结果在五祖的门下静美静了8个月，五祖呢就将法传回。为什么传回呢？就是因为伊实在有得到明心见性，法传回了，伊还搁再无甲伊剃发。为什么无甲伊剃发呢？这都是有几种原因，因为要传法，可能会牵连到一寡是非，那就是争夺了人我、争夺名利地位的是非。所以五祖要传法给六祖呢，并无公开传，乃是暗示偷偷自这个法来传开。自这个法传回了呢，就叫讲你较紧离开啦，你莫搁惦遮。事实上，伊离开五祖一路上呢，上起头有慧明甲伊追赶来，以后搁再有其他人来追赶来，所以迫不得已呢，伊才到甲迄个拍来队伍中啦，去稳重15年。然后时机成熟才出来，这就是五祖当其时无该举行完整仪式的不得已的苦衷。因为该举行完整仪式，搁再传法予伊，可能会惹出真正大的风波，甚至呢，可能对慧能大师有所不利。因为伊还未举行完整仪式啦，所以印宗法师就该举行完整仪式。因为印宗法师伊虽然是还未得到明心见性，但究竟伊也是一个恭敬的法师。这个恭敬的法师呢，伊已经是剃发出家，或者受过基督戒，伊呢当然有迄个资格来甲伊剃发。但是剃发了呢，却是原师为师。虽然是讲慧能大师只是新出家啦，毋过呢，伊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所以印宗法师呢，虽然是甲伊举行完整仪式，却是反倒转来呢，搁再拜伊为师，搁来亲近伊。在正月15举行完整仪式，到2月7日呢，搁再集合当其时的高僧大德来剃受基督戒。这呢是在延期外期内底呢有详细说明。
迄当时阵，慧能大师是39岁，24岁得法，39岁呢来圆顶受戒。圆顶受戒，才会使甲伊当作讲是一个正式的出家人啦。我想在这个所在要来甲咱各位补充说明的啦，就是讲修行就修行啦，为什么都爱来举行圆顶仪式？为什么都爱来离开家庭呢？在42种经已经讲得真清楚，就是讲割爱思亲，提伫事法。这个割爱思亲也好，提伫事法也好，拢都是断五执的烦恼。咱众生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尤其是这个贪爱烦恼最重，这个贪爱就是讲世间的真爱啊，就是父母啦、子女、兄弟姊妹，或者是讲夫妻等等，所以会当好将世俗最一定亲爱的人，该离开，就是讲挂断贪爱，这实在是。毋是一个容易的代志，会当来去做较到，这实在是真无简单。这就是表示讲断了五执，断了贪爱烦恼。毋过铁头毛又是为虾米啊？出家就出家啊，为什么都爱铁头毛？嘛有人安尼讲咧，讲出家修行甲就铁头毛，出家修行甲铁头毛无关系。是毋是无关系？事实上是有关系。咱讲有关系呢，就是讲因为这个头毛，咱甲伊当作讲，这是咱身躯的装饰品啊。你看，无论是男众，无论是女众，拢为着这个头毛，用了真正这功夫。女众呢去电头毛，男众呢结果啊，头毛也去留什么海角仔头咯，搁再抹油咯。搁再去甲伊整理啊装饰，咱现在是可能去剃头店要剃一个头啊，爱相当的济钱。为什么呢？就是爱水啊，爱水，这就是进五相。将头毛甲剃掉，头壳光光歹看。会当安尼做，就是讲你对你这个五执烦恼，会当甲破除，也就是破五相。所以提伫事法，乃是断除烦恼的一个方法。咱有一句就讲做剃掉3000烦恼丝。即句呢，一点仔无毋对。咱必须将迄个3000烦恼丝甲伊剃掉。3000烦恼丝就是讲真正济烦恼，真正济烦恼，因为咱圆顶啊。把这个烦恼给去掉，就是讲咱要来了离啦，要出家修行，要求解脱啦。所以这个提伫事法割爱思亲啦，这是咱出家修行的一个最重要条件。袂当割爱思亲，袂当好提伫事法，安尼心袂了离，心袂了离是要怎样啊断烦恼了生死呢？当然这是不可能，就是在这个所在啊。附带来说明，慧能大师在39岁当时阵来出家受戒，也印宗法师呢颠倒啊拜为师来亲近伊。迄边讲慧能随意菩提树下开东山法本，讲迄当时阵慧能大师啊，就在这个菩提树下。这个菩提树下应该就是咧指这个广州的光孝寺，就是讲在这个广州的光孝寺的菩提树下，因为光孝寺有一丛菩提树，所以就以这个菩提树咧来解做这件事代表。伫遐呢就去开东山法门。不过，伫这个所在啊，因为有一丛菩提树
就以这个菩提树来做代表，该讲做菩提树卡呢？这原来是有道理，是啥物款的道理呢？那就是讲，咱要学会修行，当然啦，就是爱会当好来断烦恼，会当来开智慧。智慧就是菩提啦。要使这个菩提成长，当然呢，就是爱依靠一个道场来去修行。摕一个譬如呢，就敢若像讲，迄个菩提树该种伫土骹，这个菩提树呢，就慢慢啦，会当好成长，会当开枝发叶啦，会当开花来结籽啦，甲这共款的意思。所以这个菩提树骹，也就是表示学去修行的菩提道心。慧能大师呢，就在迄个广州公校时的所在。伫遐呢，就来开东山法门。这个开就是弘扬的意思。东山法门呢，就是东禅师的法门。这个东禅师法门为什么叫做东山法门呢？东山就是五祖啊，在这个房木山东禅师伫个所在来说法。所以名叫做东山的法门，也就是讲，慧能大师呢，伊是深受五祖弘忍大师的法，所以呢，就来弘扬五祖的法门。咱从这所在必须了解，禅宗对传承非常的注重。就是讲，将迦叶尊者伫咧传到达摩祖师，在印度变成第28代。达摩祖师来咱中国变成禅宗的第一代祖，一代一个代伫咧传，由五祖传到六祖慧能大师，将六祖慧能大师又搁再伫咧传落来，传到现在时。当然，慧能大师下面就分为五宗七派，在五宗七派中，可能现在时所信受法门比较较济，可能就是属于临济宗甲做东宗。若毋是临济宗，就是做东宗。临济宗的第几世啦，或者是讲做东宗的第几世，拢有伊的法统，有伊的范脉。范脉呢，可以讲是非常的清楚。这是袂使无法度好，互任何人所解曲解，或者是讲解抹煞伊事实。一边慧能以东山得法，辛苦受益，名殊显示，今日得以诸君官僚，经年多少。当此一回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当众善根，方是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生所传，不是慧能自得。愿闻先生教者，个人静心。闻了各自独疑，如现代圣人不别。一种文化欢喜作的仪退。慧能大师讲到这个所在讲我慧能呢，在东山得法，东山就是在指东禅师，因为慧能大师是在东禅师由五祖弘忍大师将法传予伊所以才讲做在东山得法。讲我伫迄个所在呢，是辛苦受尽。这个辛苦受尽呢，就是讲伫遐呢，受尽了辛苦，受尽了辛苦，这呢，会使你约以得法前甲得法后来说明。约以得法前来讲呢，在要得法以前。伊在精美境的所在伫咧打卡队，伫咧精美。打卡队精美
伊人阁细汉，骹对呢搭根本都搭袂落，啊，着爱拍一只石头，照度搭迄个骹对。伫遐8个外月，伫遐咧做苦工，当然也是辛苦啦。但是得法了呢，因为有人要甲伊追赶，要甲伊抢衣钵，恐惊有人要阁害，所以结果半暝啊得法了呢，就离开五祖。离开五祖了，果然呢，上起头是慧明追赶到啊。以后慧明受到感化，转去了。搁再无偌久，其他又是搁追赶来。之后呢，伊就甲迄个拍赖人做伙，伫遐住15年。15年中间当然是真辛苦啊。咱来了解即个拍赖人呢，既然是伫咧杀生害命的人，当然呢就是比较较属于粗夫俗子。较属于粗夫俗子道理，这是无法度讲通的啦，讲袂通啦。所以，甲遮个无受教养的粗里粗气人做伙伫遐住15年，这实在是无简单。尤其是伫迄个所在，伊只有法度食肉片菜。咱讲实在要素食的人食迄肉片菜嘛，是一个真痛苦的代志。那就讲1工2工，迄无要紧啦。食15年的肉片菜，虽然是讲食的是菜无毋对，但是究竟啊，在迄个肉鼎、肉汤所杀出来、所煮出来迄菜啊，有迄款的肉的臭臭味。迄个肉的臭臭味，假如讲若是咱定若饲在人啊，闻了较实在是要吐出来，迄实在是真无容易忍受。毋过无法度咧，伊在迄个时阵，只有伫遐来忍受迄款的生活上的不如意、生活上的痛苦，所以才讲做辛苦受尽，受尽了一切痛苦，命如现世啊！讲伊的命呢，敢像即个现世共款。现世就是讲，插一条迄个细线，吊迄个物件。咱迄物件若是讲用个线甲吊咧，当然啦，线是较勇啊，袂讲随时断去。咱物件搁重，将一条迄个头毛丝甲吊掉咧，安尼呢，一搭久嘛断去，就是讲真危险啦。伊上起头是慧明追赶，以后搁其他人追赶，当然呢，伊是真危险。但是呢，因为伊有听五祖解教，会晓讲去甲迄个四会关迄个所在，将安尼啊，甲伊藏起来，伫遐15冬，所以平安过日子。讲今日得以思君官僚，正念道术，当出一回啊，莫非累劫之言啊！讲今仔日呢，会当甲思君官僚，这个思君呢，就是气数的意思。这个气数为什么叫做讲思君呢？这个气数啊，当然啦，就是啊。属于政府的官，凡是奉使命之官，也拢该叫做讲就是士官。官僚就是讲所有在做官的人，在前面咱看上界头就会当了解。在上界头这个所在，就是讲时大师之宝林，讲这个小州为处事。以官僚入山，请输出，以城中大凡是感动，为众开言说法。所以就是为处事啦，以及甲这官僚等等啦。讲会当好甲这士官官僚，以及甲正念道术。正念就是讲出家人，男将就是正啦，女将就是年啦。伊个较道术，就是讲修行的啦，或者是讲一般的俗信者，同出一会，讲共同啊，在这个法会中，讲这呢是莫非累劫之言呐。
讲这呢，一定就是累劫以来的缘这个累劫就是讲，经过9万劫以来的缘啦，就是讲咱大家缘结真深，所以今仔日呢，才会当好甲咱各位大家做伙伫这个所在。这是陆作非常大师，说明讲今仔日会当好伫遮甲大家见面来讲佛法这是真正道生道劫以来所证的佛法善缘。注意看先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